对讲对做文化生活，咱用做爱比，做什么花市文，明年开始，法国考试拢会出我老师的歌词。莫搁比例处，地话话，其实文雅自然，这就是我的语言。I speak your language, don't make up your slave. I speak your language, cause I'm about to invade your music, your culture, your beliefs, and your faith. Respectful Confucius, now in my name. I speak your language, don't make up your slave. I speak your language, cause I'm about to invade your music, your culture, your beliefs, and your faith. Respectful Confucius, now in my name. 讲你的语言，不是你的语言，讲你的语言，因为我的准备有不顺条。 你就甲我的名，改变你的音乐文化信仰甲文明。讲你的语言，不是你的语言。讲你的语言，因为我的准备用武术条。你就甲我的名，改变你的音乐文化信仰甲文明。好，多谢，谢谢。是啊，我是感觉讲，其实咱语言吼，足趣味的物件，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啦吼，但是。 像咱拄则听到迄个录音吼，伊就是咧讲，其实有当时以前咱迄个时代，咱若讲咱的母语，他们所谓的方言哦，常常都叫我们要求讲你爱讲，请你说国语好吗？哦，对不对？吼其实我可能无迄个时代，无经过迄个时代，但是我比我较侪岁，因细汉时阵吼。 伫学校讲即个台语就叫老师罚钱教迄搁爱挂迄个招牌我不说方言这样那个狗牌你要怎么把那个狗牌拿掉？你要找那个下一个有讲台语的人牌子才可以传给他安尼你就唔免搁挂但是你叫罚钱罚钱其实真正有听过一个伊咧讲伊叫罚钱。 其实你讲迄细仔囡仔伊哪有钱？伊无钱啊！伊要哪拿迄个钱？就爱去迄个共捡迄破迄弹弓去那个嘿啊，派人换去遐回收啦，伊咧做资源回收，迄捡几啊工咧，捡几啊工较有法度去拿迄个钱，所以伊迄个毋知安怎讲，就是讲迄个囡仔囡仔遮细囡仔。 伊为遐细汉就爱去互罚，因为伊也无做啥物毋对的代志，伊只是用伊厝咧讲的迄个语言，就去互罚钱。对迄个少年，对迄个囡仔来讲，迄个心灵内底迄个创伤，迄是最严重的。较大汉安尼，慢慢都毋敢讲台语啊。大汉慢慢袂晓讲家己的台语，家己的母语。较大汉。 有时间毋是有时间，有迄个机会开始学，有时代开始明白，其实拢会感觉讲心里有一种缺陷缺陷，有种讲起嘛，台语嘛讲无好有真侪代志无法度用家己的母语去讲出来，就当像一个语言，还是讲咱身体的一部分被夺走了，被砍掉了其实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好有机会咱等下搁请暂时大家咱来看，大家咧来分享，来讲一个你的想法，安尼放歌呢？无，我讲头拄迄个讲广东的影片就介绍进来啦。迄个印尼的，印尼的好，安尼吼。迄个较甲我讲，比即个较甲我讲较无。我来看这印尼的吼。七等倍的。大家好，我是韩大夏，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印尼仔的学生。我本身是台湾人，所以我讲台语会无啥认得，阁会走音。然后我今仔日要甲恁讲的主题是，我上喜欢听的一条歌。我本来毋知影有即条歌，是因为阮老爸真喜欢即个歌手。逐摆伊开车的时阵，伊拢会听即个歌手的歌。迄个歌手就是江蕙、江蕙。
阮老爸上介意听的是江蕙的《家后》，也毋过我感觉有一条歌袂歹听，迄条歌就是《落雨声》。我逐摆若听到即条歌的时阵，心内拢会感觉心酸，嘛会感觉真感动。然后我感觉即条歌的歌词真有意思。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即条歌的歌词，比如讲，异乡的我，一个人气味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我逐摆听到即个歌词的时阵，我拢会感觉，就是我即马家己一个人生活伫台湾，然后拢无厝内底的人会用个陪我，所以逐摆若落雨的时阵，我拢会感觉真孤单，真思念因，我就会敲电话转去听因的声。后一句就是：你若要有孝时代，毋免等好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我感觉即条歌的歌词，互我印象真深，因为就是咧甲咱讲，咱若要有孝时代，就要趁即马，趁因搁伫的时阵，毋莫等到后悔要来有孝因的时阵就袂有啊。迄就是为虾米我会介意即条歌的原因。我今仔日甲恁分享的代志就到遮，多谢大家。你知影即条歌诶，谁作词的？方文山。方文山。啊，即条歌是谁作曲的？周导，这是真少数。方文山敢做即条尔，敢若无另外一条，伊另外一条做好，我甲改词改了伊袂教伊全的，迄条来无出。我特别要讲的是吼，突然想到一项代志，就是讲，即个像江蕙吼，遮尔红的歌星。伊就讲我要封麦啊！我大家都足少。我咧想一项代志，江蕙会当遮尔红，迄是踮咧咱即代，因为咱即代还佫有足侪人听捌台语，晓讲台语。各位，20年后，若咱即个社会讲台语的人真少，连听台语都有问题的时阵，咱就无遐个啥。无遐个观众，无迄个市场，无迄个市场的时阵，咱就无可能会有啥，有迄款的歌手。市场甲歌手，台骹甲台顶，迄是相应的啦。所以咱除了讲我就爱写诗啦，写台语诗啦，爱来培养啥，培养台语诗人，也是讲台语文学。其实我感觉咱上重要一项代志是吼。培养观众，各位，咱若即个社会上的人拢袂晓台语你写较好的台语诗吼，嘛无人听有嘛无人看有自然吼，迄款的文学就无存在的必要迄个传播性、迄对应性就是无去咱即个社会若大家无时间咧讲台语，无迄个台语的环境的时阵，一定是。无迄个啥，无可能会去培养偌好的歌手，无可能无可能。搁再来，咱若有较侪即个即个歌手，即个台语文行若较好的时阵，咱做出来歌，就袂敢若是限底伫咧遐尔。我头仔想到，即就是讲吼，你知影方文山咧写一首歌的时阵，伊甲我讲。伊安怎写你知？
伊甲吼所有的台语歌，伊拢去研究啊，所有台语歌用的迄个词，比如讲吼好命、疼命，啊无就啥物迄个迄落词类吼，拢把它记过来，爱去读。所以吼，迄足适合吼，咱咧叫做形式主义的吼，形式主义的物件。啊，老实讲，伊毋是定咧做即款台语歌的啦，伊也毋是定咧写台语的物件，普通时也无咧讲台语的，爱写即首台语歌，其实是足刻意的。我甲大家讲，即首歌，若毋是江辉唱的，毋是，无人会晓唱啦。你倒一个人去唱，要甲即首歌吼，爱唱甲有气口，迄台语就爱偌好。咱即摆现场现代这歌星，拢无法度通去拗音啦，因为即个伊作词的时阵，台语毋是介好，啊，迄个作曲的人，迄个主动吼，嘛毋是迄个台语介好，所以迄个音甲迄个词吼，袂当下甲足好势的。啊，毋过伊的好处就是，伊的迄个词内底迄个元素吼，拢足台语的，拢足台语配口的。搁再家己唱的歌手吼是江辉啊足老道的，啊会甲迄个感情吼，拢甲伊传出来。讲伤多啊，讲伤多啊。头拄即个印尼的学生吼，讲的台语有够赞。咱希望吼，台湾搁较赞的，搁较侪的人吼，啊，普通时都一直讲台语，啥物款台语嘛会当讲落好的时阵，有迄个台语的环境，自然就有法度通甲即个生命吼，甲伊延续落去。我头拄讲较伤学术的，是来像即个吼，何教授是语言学家吼，啊，甲即个诗人是足够写诗的台语诗人，一定对我头拄仔咧批评方文山的落雨声，有一寡回应才对。叫咱讲好看的意思，然后安歹势吼，他拄仔吼，迄虽然老师讲啦吼，一点我嘛上在意的，就是讲吼，即摆你也无观众，无读者吼，咱做遮所后尾所意义所无大。人也无愈教愈济，这都慢慢可能咱做遮的台语母语，拢行入去往啊步去所以我头拄仔讲的，即摆甲接落，即摆较好一寡就讲我台语有台语意识了其实就开始有甲家己讲啦就是讲我要做，因为我伫学校教册，了教册会当做的外口推送其实无济所以我就是甲家己伫学校内面的角色做好势，所以我上课为迄阵开始，其实一半拢讲台语。我讲到即摆是愈来愈少的原因是讲囡仔听无安尼20档过去本来讲拢无啥问题，即摆讲听无，我就袂使讲伤济。我阁会当做的就是讲创作，所以我一方面就是讲有一寡。时间我就拢做一寡创作，安尼台语的创作。较早我写华语啦，即几冬慢慢感觉咱台语有危机咯所以我就想讲换一个拼命写者，所以我一寡作品可能搁一寡华语的气味无介好，袂当大人就对啦，会搁继续拍拼头拄仔讲迄方文山迄啦，其实。无论安怎，我感觉像讲，我有一个感想，就讲透过因遮的人，你看安尼推动的力有偌大，我感觉咱欠的是遮，所以我足希望咱做遮的是毋是爱熟悉一寡讲，像迄广告公司迄安怎去行销，安怎设计，我感觉伊迄有甲咱迄1分，有个人做1分，伊做到10分去，我感觉咱欠的是这部分。所以我上课的时阵有定就是讲，尽量会
上空上芳啦，差不多一个月我就会教一寡要补充的物件。进前我是主要是讲，迄时阵我家己阁袂晓写台语，所以我无法度教囡仔写台语，我敢上课讲，主要迄阵要传达的就是讲，一寡讲民主素养啦，一寡国家的观念，安尼，佮土地意识，我主要是为历史啦。我迄阵大学的时阵我迄阵就家己讲，我做老师的角色是颠覆，要甲别个老师无共，所以迄时阵，有阵我谈社会运动了，去游行了，我穿咧 T 恤就去学校啊，会阁讲一个，会变安尼。迄阵我阁出题目，像历史迄，迄阵就上空想我想讲出一个题目我叫囡仔写讲为中华民国第1届甲第6届总统，迄月考我安尼出一个题目，结果写出来拢总共一个。所以我就用安尼互囡仔、互学校、互遐老师会当想一下，毋过结果嘛真惨嘛，搁来代课，搁来学校就无要请过。后尾我就去高职，去大学的高职。高职迄时阵，迄拄啊好刑法100条，迄个100条都废掉。因为迄高职较无重视先行，所以我到在全部家己准备。迄年我就开始，我想讲好，我就要上200个。迄阵佫无啥会当讲就对啦。迄阵就怎上几个月即个主题上几个月，上到尾有一天我咧我头过来，后壁摆一排，有教官有校长。我就知讲，即声代志大条。毋过我有心理准备啦。迄阵刑法100条废掉了后，加，迄阵我看预备判断了，看12年。迄时阵后尾了我就免等学校，我家己就试头路迄阵就是用即部分啦我创作的部分就是讲我是甲后尾是我伫做社会时阵的小编辑老师迄阵拢来含阮做的伴烂伊就伫推萨的台语，迄阵是用迄教落马字安尼，迄阵就开始，我迄阵甲伊讨论就讲，即阵安尼我毋知要安怎去写呢？伊讲等甲拢超好势要写早就无去啊。伊甲我讲一句我感觉有道理，迄阵就开始聊落去写。后计划创作是讲，我等甲2006年的时阵咧，教育部迄个偏音迄个统一了后，我就拍算讲一定爱写一本出来，就是即摆一本在录看。我等一下我会小可介绍一下先安尼甲大家分享互换人一个来。确实啦，即个传播的，咱拄仔讲嘛，传播真重要嘛。工会其实工会迄演唱会咧排队嘛，毋是讲干那迄个老伙仔去排咧，少年囡仔咧排嘛足济咧。所以咱也是有希望啦，但是总是讲迄个大环境啊，互少年囡仔讲台语的比例愈来愈低，这是已经学术有迄个实际的数字出来啦。咱安怎去甲伊，安怎去互少年囡仔感觉讲台语，因即摆其实台语意识是好的。但是台语习惯是无好的，就是讲意识我有感觉着讲像我伫迄个一寡迄个论坛，少年囡仔去论坛去看遐文章，真侪人我讲，讲台语是潮，但是讲是有 feel 的啦，但是因无在条长篇安尼落去讲啦，就是讲规篇，因就是讲我用字内底插一半个台语词安尼就。感觉安尼就是本土所以伊是有台语的意识，无台语的习惯安尼啦这当然爱靠大家就是头拄讲的咱迄个主持人讲的嘛，你也互伊有听到的机会，愈接听到，伊慢慢会愈熟啊。其实因为我中留学迄个罗西亚嘛俄罗斯大家知影，所以有迄个大学搁来去罗西亚留学啥。其实转来时转来台湾迄时嘛，无再用台语来讲啦，是到尾搁连起来。2004年开始入去台湾迄教，搁连起来安尼读册嘛是去遐
我甲迄个李元祖迄个小姐有无吼，阮共届入去中山医，吼，当时伊是学生，我是老师，我拢甲伊讲吼，咱共时入去，共时学迄个台语写、台语读写，就是我嘛是迄当阵才开始2000块钱，才开始学罗马字啊，学什么啊，啊其实就是讲。毋知影，咱若只要创造一个环境，互囡仔学台语以后会有路用，就第一是有路用。像我学台语，怎啊学要遮紧，因为我就是爱教，我就是有逼着啊，对吧？我家己学了爱过两家去哩教的，啊所以吼，这就是有路用啦。啊，第二有趣味安尼啦，吼啊其实台语，咱头仔讲迄个工会的落雨声，迄其实有一个美感伫遐啦，就是讲吼，伊迄是迄个，因为台语是声调文字，吼啊声调文字，英语像英语、法语、罗西语，迄拢是同音文字啦，同音毋是同音，同音毋是同音无，所以因无声调，啊台语有声调，啊迄个声调就是有音乐性。吼，所以你看吼，进前吼，阮早间去便所啊吼，我伊甲偷偷啊讲太无哩啊。伊细汉的时啊吼，较细汉的时，我甲抱咧嘛吼，啊有唱歌互伊听嘛吼，咱当然唱台语歌，啊唱迄妈妈请你也保重，啊唱讲，毋过我是真勇行的，伊就会讲安怎，伊讲爸爸，因为爸爸我无用行，我要抱。因为囡仔敢若听着关键词，你知影？伊就是一句话听无法度理解迄个词无，用行的，对吧？因为是安怎？你看，用行的是加悬哇吼，若迄勇行是平平哇，勇行的哇是平哇，啊，你看迄歌词咧，毋过我是真勇行的哇，啊就是较勇行是共款旋律咯，所以你若唱，若是讲会晓拗音的人，伊会拗做，毋过我是真勇行的，有无？啊就勇行哇，啊像迄个啥，咱唱歌迄丢丢动，迄个做火车行到伊倒，啥物车？什么车？火车行到伊度啊！迄火车是载死人的，火车载活人的，对吧？所以咱当然是载死人的车过门槛是载活人哦，因为伊的旋律是 re mi re mi re do 哇，所以是火车哇，啊那火车嘛是平平哇，所以你若甲会晓拗音的人会甲改做火车行到伊度哇，安尼就无代志啊嘛，就讲吼，我会行。行啦，要照行迄个啦，你甲配旋律，你若变成配成啥？拉咪拉，我会行，会啥啦？会行对无？啊，配成拉咪哆啦，我会行，我会行对无？拉咪咪嗦，我会行，会行哇！啊，配袂出我会行哇！拉嗦咪，这是我会行哇！因为这就是迄个台语，伊背后的迄个。调啦吼，有声调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作曲家啦，作曲家若无法度理解作词家的迄个伊写的台语迄个声调的关系分别吼，就会出错安尼啦。吼，这是迄个，这嘛是趣味的所在啦吼。但是咱就是当然啦，这种物件若传达吼。作词家、作曲家知影，可能因会有加一寡想要有台语的愿望，就是嘛，毋知啦。反正总是讲吼，伊趣味的所在真侪啦。啊，重要是讲，咱要甲这趣味的物件传播出去，互大家拢知影用现代的方式、现代人的方式啦、现代传播方式传播出去安尼吼。我想这是台语人爱思考的啦。啊，少年一辈爱有使命感。后续就是大家的代志，大家拢会晓讲嘛。过来就是阮的代志，啊，咱代志是要安怎解决，啊，毋讲看嘛，对吧？对吧？少年囡仔爱有想法安尼啦，吼，要安怎传播，要安怎用少年囡仔的方式，甲台语搁复兴起来安尼。吼，我想我就先讲到这，等下要继续分享，感谢。好啦，大家用行的，好，我开始行落去。在座还有啥物意见来发表来？可能各位朋友捌过，今日拄则听甲大家分享，感觉非常感动。我伫期待台湾伫即个拜六啊是礼拜的时阵，大家有遮尔高水准的对话，大家有感动无？哦。伊拄则讲到即个台语，其实我对着廖教授拄则开始讲的迄日本人，伊会来学咱的台湾话。
我捌伫即个交流的时阵，拄到知影日本人送的学生去菲律宾、去越南、去泰国，学毋是世界主流的语言。当然，伊来台湾学国语也是讲北京话、台语，我相信是正常。我相信伊嘛会阁学原住民的话，甚至客话，这就是日本的教育，非常实在。当然，伫台湾的教育有太侪会当探讨。对着台语，我为立成老师也是这个何教授，我感觉讲台语是一种的文化，一种的历史，应该是感情，应该是认同、敬爱。现在过去的政府无爱咱推行台语，其实讲母语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啦、趋势。我捌去欧盟的国家参访。我知影欧盟的国家，拢是主张学生爱先会晓用母语来学习，甚至欧洲的国家已经联名嘛。因无重视母语的时阵，我相信迄个特势会真大。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拢是讲母语优先。我是真正感觉讲这是无应该的错误。咱大家拢爱拍拼，咧推行台语。这本来就阮囝讲啦，我讲我囝讲错，这就是我的囝讲。所以我感觉真骄傲。我是想的头号志工。感谢大家的想。所以本来母语是咱生命做伙的。变做讲爱甲切开，即摆外头等像条到时，即个节目，即个好朋友讲到去送，当然即个少年朋友家己确实讲了袂歹。你当然你讲你嘛袂歹，我必须要袂歹，因为我也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所以阮伫教会的活动，特别是做事，一定爱用母语。其实我为1991年，我就参加地方的选举的运动。我2000年到2004年拢是总统大选的一个组织的总干事。我若家己台景吼，你搁去伫遐插几句啊，迄款话哦，来讲啊，你乱，你是咧讲啥？所以搁较安怎吼，嘛爱硬讲大个吼。所以我咧负责学校，其实我是做过2间大学的校长吼。所以我若咧自餐的时候，我是真搞怪。我不管恁食啥物啦，我就是要食菜头粿，我就是要食米糕啦，我就是要食土豆，无是安怎吼？你咧甲讲啥物菜，我讲袂晓，我就是也是讲迄个自助餐的时阵，我绝对是点迄个菜头粿、土豆米，这就是种认同。当然毋敢讲这就是台语教育，我是认为讲。真正是真晚读，到即个时阵，咱80%、80几个台湾人必须爱去用家己无熟悉的话，所以伫真侪场合，讲实在咧烧茶、烧麦拢输人，伊你著被骨溜嘛。你要用人的强势语言，要用咱弱势语言甲人讲，迄气势就应该输真济。所以我真支持我的囡仔，而且对即款学习的所在。咱大家各位拍拼，感谢，多谢。足感动的了。听到台语啊，听到讲吼，对咱家己母语一种感想，还佫有迄款的使命感吼，无简单吼。我听你讲吼，你若看国民党吼，安怎咧打台语吼？你就知影台语偌重要。伊别项袂去打，伊就是打台语。伊逐项袂去教，伊若要教，要足重视迄个历史，吼，迄个画一条，怎要来调过来，足重视的。吼，伊愈重视的物件，伊愈愿意互你教的物件吼，迄就是咱爱重视的。毋过，咱对台语吼，无要无紧。咱无要无紧。
我讲吼，你感觉讲，无讲台语也袂死啊，无讲台语我嘛会调立委啊，无讲台语我嘛会通调市长啊，所以因就袂去感觉遐重要。但是你若搁再来，讲台语的人愈少，担心的人就愈少啦。我记我细汉的时阵吼，我是听迄个康永祥头一遍。